係大家又見面啦！今次咧，我哋呢個時間咧，差唔多係過年咯，新年過咗，跟住就農曆新年就嚟嚟，咁所以咧呢新歷同農曆之間呢段時間咧，最好講一樣嘢咩？講流年。當然我唔係講運程書啊，或者咁多前輩做緊運程書唔使我講。主要嚟講，想同大家講下咧，就話咧，我哋處於一個乜嘢嘅年代，而我哋點樣應變嘅？一就話咧，我哋先講一樣嘢咩？大局啊，一個大局裏邊，我哋而家喺邊度？我哋而家咧喺一個三元九運裏邊嗬。三元九運咧就一元三個運啦，一個運20年，3年咧就所以一元就60年，咁啊三元咪180年咯，嗬。所以而家我哋三元九運即係第三個大嘅範圍。裏邊最後嗰個部分，三元九運咯，《皇極經世書》啊，邵康節先生宋朝有講大運嘅情況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咧逢親一個180年嘅運咧，就非常之重要，因為佢係將整個世界去重新再規劃一次。所以最後呢20年咧，大家都可以安心噶啦。安心咩啊？唔會和平，安心唔係和平，係唔會和平嘅。世界一路咁變，所以我哋成日講話每一個元運嘅變化，佢哋都已經係轉㗎啦。兩個元運之間都有啲天災人禍嘢哦。嗰陣時我哋見到我哋2年前我哋2024、2021至2024係咪？對上一次就係2001至2024。你諗下係咪有天災人禍係咪？沙士啊、Covid 啊、科網股爆破啊，跟住我哋又有啲嘅俄烏戰爭啊，係咪？嗰啲咁嘅嘢，咁咧本來就過咗呢個元運嘅變化，咁但係咧而家咧可惜我哋喺三元嘅九運最後一運，所以縱使啊我哋而家已經過咗2年嘅元運啦，我哋仲有18年，但係18年咧你都可以相信咧係一個非常之大嘅不穩定，因為國家之間去競爭，重劃勢力範圍，仲更加要大家去做一個世界嘅主導地位。咁呢啲嘢全部咧都唔會係好和平、好順攤咁做嘅。所以三元九運第一個問題就係、根據我哋古典，我哋春秋啊，即係你春秋嗰啲典籍咧編咗啦，就話咧其實咧周易本義啊呢啲書啊咁都有嘅。咁我哋就話咧。九運就係咩？係子火運，而五行嚟講，以火為最旺盛。火之點嘅咯，熱辣辣啦，火爆啦，係咪？所以咧呢一個九運就有特色啦，係嘛？好啦，咁我哋講三元九運，下一次去講咩？九運我哋嚟緊呢1-2年嘅就係所謂赤馬紅羊劫啦，下次再見。